朱田，时间不多了，为了神域，去寻找新的生命和能量。你要记住，你是火王，必在火焰中涅槃重生。救命啊！救救我！救命！救救我！开门呐！放我进去！救救我！啊！哟！救救我！您不是龙玉关馆长的宋大人吗？是我，是我。哎不，您如此惊慌，究竟发生什么事了？宋大人，宋大人，救命啊！宋大人，快请起！宋大人，请起！宋大人，怎么了？我与一队官兵路遇响马伏击，其他人都死在响马手里，只剩下我一个人逃了出来。没想到响马他们穷追不舍，这是要把我赶尽杀绝呀！响马太可恶了，天杀人越货，无恶不作，简直是无法无天，丧心病狂。先救人要紧。哦对，倩倩，带宋大人去疗伤。宋大人，来，快请进。宋大人，撤！狗官在哪儿？还不交出来！你们什么人？想要干什么？我要砍了那个狗官的脑袋，挂在龙玉关的城门上。竟敢杀害朝廷命官，你们还有没有王法了？王法，我家大哥的话，就是王法。你们是谁？我们大哥就是北漠狼王。这北漠狼王是他，就是那个响马之王。都给我让开！再不让开，我就让人屠了你们的村寨。北漠狼王，我是齐家商队的掌柜，我虽不才，但也绝不能容忍有人在我商队这儿为非作歹。好，那我今天便来领教一下你的高招。若我能胜你一招半招的话，请你手下留情，饶了这些村民的性命。大哥，这什么人都敢来挑战？你一个糟老头子，胆子不小啊！我从来都不欺负老头的。不过，既然是你主动宣战，那我就只好应战。好，爹，爹，七叔，七叔你没事吧？爹，七叔，大哥，
别动，让你们的人全部撤出村寨。你说退就退，老头子，我看你是不要命了。你们如果敢伤害我家大哥，我就带人屠村。好啊，那就试试，看是你们屠村快，还是我杀你们家狼王快。小六，带着兄弟们撤。大哥，听我说，兄弟们不能都折在这儿，我没那么容易死。走不走？算你狠！你们给我等着！但凡谁害我家大哥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们。走！爹，这狗屁狼王怎么处置？把他给我绑起来！只要他在我们手里头，响马就不敢对村民怎么样。好嘞。我说狼王，你天天戴这么个头套，不热吗？你也不怕长出痱子来？我今天倒要看看你，到底长一副什么德行。皓月，你瞎了？安分点。老子叫狼王，什么皓月，娘们儿的名字。哼。喂，我告诉你，如果你是来套话的话，就给我滚出去！我是不会出卖我兄弟的。你长得十分像我的一个朋友。喂，我闯荡江湖多年，你这种套近乎的方式，最多媲美3岁小孩。为什么要杀官兵？我只杀该杀之人。什么是该杀之人？就是那个狗官啊，狗仗人势，就因为一点关税就强抢民女，还杀了他们全家。我们这叫替天行道，他们死神800次都不为过吧？你不信我？那些当官的就没有一个好东西。我从小就是孤儿，一路被响马收养长大，别的不敢说，劫富济贫、敢做敢当还是有的。该不该杀，也该由律法来决定。你不该胡乱杀人。律法要是有用的话，会有我们响马吗？我告诉你，那些狗官就是该死，就该由我们为民除害。那你现在是否后悔？后悔？给我100次机会，我也要杀了他们！你杀了我！今天北漠狼王让我们抓住了，啊！大家伙都说说，咱们怎么处置他呀？北漠狼王丧心病狂，我们应该将他碎尸万段，为民除害。开什么玩笑？那是北漠狼王，横行大漠多少年了？我们要是把他给弄死了，那他的手下还能善罢甘休吗？不行不行，这主意不行。哎，你们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，那怎么办呀？要我说，不如将他交给官府。交给官府？官府可不管我们这些人的死活，万一他的手下报复起来，我们还不是死路一条啊？就是。喂，你几个意思啊？你说呢？告诉你啊，就算你放了我，我也不会感激你的，我还是要找回那个邢老头算账。好，我等你。中天，你在干嘛？来人呐！中天把。
还愣在这干嘛？还不快走！经常不改，对着朝廷，这份恩情，以后江湖相遇，我一定会报的。我走了。好了好了，行了行了，都别争了。我同意芊芊的看法，把她送给官府，免得夜长梦多。今天晚上就送走。不用了，仲天大哥，人已经走了。什么？他跑了吗？那他有没有伤到你啊？你没事吧？是我把他放走的。啊！你糊涂！你吃了豹子胆了是不是？宋大人就死在这儿，要是官府追究下来，不光是我们这些人，全村寨的人都逃不了。那现在怎么办啊？要不然就说是狼王打伤了人，然后被救走了。不用，我自会到官府请罪。齐掌柜也可以将我捆，给官府交差。不可以！今天要不是仲天大哥，我们怎么能逃出狼王的手心啊？不然怎么办啊？宋大人死在这儿，我们是百口莫辩呐。抓他一个人总比抓我们一群人强吧？一人做事一人当，仲天这主意不错。绝对不行！你们怎么可以恩将仇报，过河拆桥呢？我是齐家商队的掌柜的，不知大人您是？龙玉关李敬忠。哦，李将军，大人大驾光临，有失远迎。不知这么晚了，将军为了何事而来啊？白天的时候，税收官与一队官兵出门征收，但直到晌午还没回来。我派人巡查，发现地上皆是血迹，便随着血迹追踪到了这个地方。啊，您说的是宋大人？哦，对对对，今日午时，北漠狼王带着一队人马，把宋大人给杀害了。又是北漠狼王？对，就是北漠狼王。小人本想抵挡一阵，但是实在是无能为力，未能保护好宋大人。那他们后来去哪儿了？这家人因为害怕，没看见他们去哪儿了。啊，对对对对。这群响马，别被我抓住，否则一定把他们抽筋扒。是他，就是他，就是他放走了北漠狼王。什么？今日下午，我们本来已经抓住了北漠狼王，但是就在刚刚，他却把狼王给放了。我出手阻拦，他还打晕了我。极乐，你干嘛要血口喷人？今天下午要不是仲天大哥，我们早就被响马杀死了。大人，我没有说谎，他放走了狼王，他跟响马是一伙的。将军，你不要听他胡说八道，仲天大哥才不是响马呢，他不是坏人。够了，来人，将他们3人带回去审问。是。不劳将军费心了，响马头目的确是我一人放走，与其他人无关。您要抓就抓我吧。哟，还真是一条汉子。来人，带走。是。不可以，仲天大哥。李将军，齐掌柜放心，本将军不会为难老百姓的。你看上去内力深厚，不似普通匪类，为何偏要和响马为伍，为祸百姓？凡事不能只看表面，是非曲直自在人心。我只知道，北漠狼王杀恶吏，乃是为民除害。哦，愿闻其详。那位宋大人，
因为手握关税大权，强抢民女，甚至杀人全家。这种恶例，人人得以诛之。不可能！我手下的官兵怎么会对百姓行凶？大家小心！无耻官兵，欺压百姓！中田兄弟，我来救你了！来得正好，我正要捉拿你这个小马头子！上！李将军，多有得罪。你要干什么？李将军，还请你放他一马。我今后一定会好好调教他。从此，江湖上不会再有北漠狼王。抓捕途中，私自与罪犯潜逃，你们这是要和朝廷公然作对。他们并非十恶不赦的罪犯。荒唐！他们还不是罪犯。今天如果你不把人交出来，我一定上报朝廷，通缉你们。得罪了。来人，即刻通知州府，缉拿小马仲天和北漠狼王。是。天师在上，请受徒儿一拜。我不是什么天师。你骗人！你刚刚使用的明明就是仙术。那些并不是。你不用骗我的，只要你肯收我为徒，我什么都听你的。什么都听我的？嗯。那你不要再做响马，解散狼王寨，答不答应？让我再想一想。那就没得商量。哎，等一下，我什么都听你的。你的真名叫什么？啊，我也不知道我真名叫什么。小时候大家都叫我小狼，长大之后他们就叫我狼王。我也不知道我叫什么。师傅，要不然你给我起个名字吧。那就叫皓月吧。师傅，我们能不能换个名字？皓月听起来娘们唧唧的，不知道人家还以为是个女孩呢。哎，没有，皓月挺好听的，好听，我叫皓月，皓月。哎，师傅，那你此次下凡有什么仙机啊？我在找一个很重要的东西。什么东西啊？我是说，如果我知道的话，我可以和师傅一起找。再说吧，我要看看你的表现。哦，好。下官拜见杜公公。李将军，你不必这么客气，折煞老奴啦。不知杜公公从皇城远道而来，是否有要事需要下官去做？咱家是来跟你道喜的，李将军，加官进爵的机会来了。末将领旨。葡萄干儿，不甜不要钱。葡萄干儿，不甜不要钱。这是葡萄干儿，你尝尝，不甜啊。
我要钱。能吃？当然可以了。师傅果然是修仙高人，问红尘俗事，连这些再平常不过的东西都不认识。没想到这个世界比我想象中的有趣，我越来越期待眼镜了。师傅，你该不会是打算去抢眼镜吧？这可比当响马有意思多了，你知道吗，师傅？我怎么三句不离本行啊？不是的，师傅，我们是不是该去找个客栈了？客官，实在对不住，小店不是不让你住，实在是没有办法呀。小店已经被人包了，没有房间了。被包下了？这么大的客栈，这么多房间，怎么被包下了？这么威风的，谁啊？客官，你小声点儿，得罪了客人，我也跟着倒霉的。什么人啊？这么厉害，多威风啊！你告诉我谁啊？哎，从皇城来的，不知道为何不住官家驿站，偏偏选中了我这小庙。前几天啊，龙玉关的李将军亲自跑来通知，说是太史局的大官要来，让我呀关了这客栈，专门等这个大官。又是狗官作祟，为什么我在哪儿都能碰到这种狗仗人势的东西啊？皓月，太史局是？太史局就是专司天象、推算节气、制定历法的地方。时天有异象，推断祸福就要请太史局的人专判专断。更传，天师李淳风曾寄书太史局一封，说能测身后100年之事，查天地瞬息之祸福。所以啊，朝中的重要官臣也不敢对太史局的人怎么样。哎，掌柜的，他们来了。师傅，不是大官吗？怎么是个女人啊？有意思。消息果然没错，目标就在此投宿。何时动手？先离开这里再说。师傅，他们衣服里藏着家伙，一看就不是正经商人，8成是来宰猪的。宰猪？对啊，刚进客栈的那个，那大轿子一看就是非富即贵，一定就是大肥猪。哼，干他们一票，几年不愁吃喝。不许打别人的歪主意。可惜了一大瓢油水。那群人，你惹不起。为什么？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属下僭越，安全起见，唯有委屈公责。何来委屈？此次出来由你安排，高枕无忧。请公子入住东厢房，我就住在西边，随时听候差遣。小姐，你也真是的，这一路太过操劳了。您看看您，人都已经憔悴了。我没事，还好。
门口那些侍卫天天都冷着张脸，也不知道这脸色是给谁看的。我是女儿身，却被委以如此重任，他们心中不忿，也是在所难免的。小姐名震皇城，这皇城谁人不知，谁人不晓。太史局下一任的正监之位，非小姐莫属。新秋，此话不可乱讲。朝堂之上龙争虎斗，我本无意卷入，只求能归隐山林，独善其身罢了。小姐，这太史局的正监之位是多少人盼都盼不来的，您怎么就一点都不在乎呢？名利皆为虚，眼下保护好对面屋子里的大公子，才是最重要的事情。真希望寂静法会能够早一些开，这样也算了了一件大事。此次法会，大公子亲自参加，只怕这个法会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。我们一切当需小心行事。我说师傅，我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能住的地儿，你为什么要在这个地方将就呢？简直有失我狼王的身份。好歹你也是神仙下凡吧，为什么要这么自降身份？这里离早上那群人住的客栈，只有1墙之隔。师傅，你是不是打算干一票？把他们给劫了？不会的，不会的。您是神仙下凡，又怎么会看得上他们的一点钱呢？不会的。那我们干什么呀？今晚有一出好戏，想不想去看看？您是说，难道是今天那几个贼眉鼠眼的人？啊，好。新秋，什么时辰了？小姐，已经3更天了。这外面一点动静都没有，会不会是您的消息有误啊？人已经来了。里面的情况已经摸透了，目标就在东边的屋子里，务必一击必杀，不留活口。果然是来宰猪的。他们不会宰。啊？那为什么？杀人。师傅，咱们就这么看着屋里的人死于非命啊？要不，咱们师徒俩替天行道一回，啊？没想到平日见你打打杀杀的，这个时候倒是挺会关心别人的。哎，师傅，徒儿给您探探路啊。上文武走。只怕他们是自投罗网，杀人者反被杀。
放下兵器受降吧。大哥，看来他们打算孤注一掷。孤注一掷？拿下！想不到啊，这个姓李的是块材料，真想跟他一较高下。别忘了，我们是来看戏的，我们后天还要参加寂静法会，绝不能节外生枝。小姐，你果然是神机妙算。现在那些刺客已经被李敬忠给困住了，接下来该轮到你出面了。但是我能感受到至尊子柱火王的力量，这一定是仲天哥哥亲手用火之灵力打造的，我一定会好好珍惜。青妹，师傅，你说什么？是你？你把太子怎么样了？太子从一开始就不曾打算下榻此处，出关以后早已秘密前往安全地点。我系太史居众人在此，不过是诱饵罢了。万万没想到，司徒姑娘居然连本将军都信不过。原来太子从一开始就不在客栈内。这一切都是圣上的旨意，在下不过是小小少监，一切都是听命行事。还望将军见谅。哼，算了，我们走吧。此处还有同党，统统拿下！居然又是你！哎，还有你爷爷我，北漠狼王，他们都是刺客同党，无论死活，立刻拿下！哼！小姐，小心火药！小心！刀下留人！
李将军，为何不留活口？刺杀太子之事牵扯重大，现在4名刺客皆已身亡，回去你我2人要如何向朝廷交代呢？哼，不劳司徒少监烦心了，此人便是活口。喂，狗官！切，你这个小人，明明是我师傅救了这位姑娘和现场的所有人，你竟然敢诬陷他，是不是因为我师傅之前教训过你，你就恩将仇报？信不信我现在杀了你？你，姑娘，你可有受伤？我没事，感谢公子救命之恩。李将军，这2人虽然看起来行踪鬼祟，但是刚才出手救了我们所有人的性命，否则我们早就被那黑火药炸伤了。眼下并无证据证明他们2人就是刺客同伙，还请李将军明察。来人呐，把这2人带走。啊？师傅，怎么办？放下兵器，跟他们走。为什么？你我2人联手，这帮废物根本就不是咱们的对手啊！我不想让司徒姑娘为难。无耻之徒，竟敢趁机轻薄我们家小姐！李将军，快将他们2人带走！司徒少监果然了得，不愧是太子身边的红人呐。带走。是。千美，我竟然在这个世界遇见一个与你长得一模一样的人。我与眼前之人曾经相识吗？司徒少监，太子的下落，我还是希望你告诉我实情。保护好太子的安危是我的职责，我担心，光凭太史局，难堪众人。哼，李将军，这一路若非我家小姐出谋划策，这刺客哪有那么容易被擒？将军请放心，太子眼下已经落脚在一个极为安全的地方，后天便是8方宝刹祭禁法会的大日子，届时庙会的一切安全，皆由你来全权负责。圣旨里已经写得非常清楚，至于太子的行踪，恕本官不能透露。还请将军不要再为难我。哼，本官职责内的事，自然会做好，不劳司徒少监费心了。将军，奉剑恳请你明察秋毫，不要为难那2位。那要看他们是否合作了。蛮不讲理！口渴了，我要喝水。听没听见啊？师傅，为什么做人这么不公平？我为什么戴着手铐脚镣，你什么都没有啊？还能走来走去的？还不是因为你不老实，进来的时候又吵又闹，还打伤了差役。师傅，何事？你靠我近点，靠我近点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。
你说就是，我听得见。师傅，你说你武功盖世，又有神通，带我出去不就完了吗？你说在这牢里待着，虽然管饭，但你毕竟还有大事要做，对不对？我刚刚来到这里，对此处的风土民情还有点陌生。也许坐牢也是一种体验，故而我想借机体验一番。师傅，玩笑不是这么开的。我没开玩笑。师傅，哪有人在大牢里面体验生活的？你不会真的只是想来看一看，然后把我卖了吧？这大牢怎么可能看押得住犯人呢？到处都是漏洞。漏洞？哪里有漏洞啊？这是大牢哎，看押过那么多人，怎么会有漏洞啊？我说有，就是有。嗯，有吗？我不信，除非你证明给我看。师傅，您武功盖世，您教教徒儿好不好？我也想学这个。犯人在哪？我要亲自审问。嘘。请。多谢。你的这位同伴倒是有胆色，虽然身陷囹圄，却依然能酣睡。他乃我一顽徒，头脑简单，四肢发达，死到临头还可以大吃大睡。敢问您从何处到此地来，以何为营生？我来自西域异邦，一直仰慕中原王朝，因此一路往东，想到皇城做些生意。我果然没有猜错，看你一身正气，想来也并非是刺客一伙，否则也不会舍命来救我了。这份救命之恩，小女子谨记在心。只是有一件事，我还没有想明白。请问你是如何做到隔空取物的？既然你不方便说，我也不便再问。李将军也并非是刻意为难二位，他不过是想邀功，在属下面前争几分面子罢了。待寂静法会结束，我一定向太子禀告实情，还二位的清白。这里是一些饭菜，还有伤药。那我改日再来看你。有劳姑娘了。哎，师傅，有吃的，你拿过来给我好不好？时候不多了，咱们出去办点正事。这大牢也不过如此，既然已经体验过，为师这就带你出去。师傅，那我们是不是要一路杀出去？啊？只要心中有路，处处都是路。把眼睛闭上。师傅，你可以下来了。
好，哎，师傅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我出来了。师傅，等我。小姐，锦秋，打听出些什么了吗？已经按你的吩咐，我把这周边所有的店家都打听了一遍，终于在绿洲的一个村寨里打听到了关于这2个人的消息。据说那个皓月是这里的响马头目，人称北漠狼王，却不知所谓何事，这个狼王居然把自己的马队给解散了，拜仲天为师。一个响马头目，竟然甘愿拜他人为师，看来这个仲天定是来历不凡啊。好像不是这样，那个仲天是个身份不明的外乡人，据说是跟着商队来这里讨生活的。看来那个仲天倒是没有跟我撒谎。小姐，如今已经死无对证，这4名刺客全都死了，万一那个李将军要拿他们2人充当人头，那该如何是好啊？若是如此，只能请公子亲自出面了。太子，快走！李将军，司徒少监，得劳烦您跟我走一趟。李将军这是何意啊？我劝您还是不要装傻。狱卒说了，5时之前，你去狱里探望那刺杀太子的2名嫌犯。可是你走之后，那2名嫌犯竟然凭空消失在牢房之中。凭空消失？若非是你相助，人怎么会无缘无故就没了？嫌犯逃跑，李将军，你是不是该责问狱卒看守不力呢？却跑过来对我兴师问罪，当真是荒唐。荒唐？荒不荒唐，你我说了不算。嫌犯逃脱，而你是最后见到他们的人。现在你的嫌疑最大，司徒少监，我劝你还是配合我回去调查清楚，否则事情闹大了，你可没有半点好处。好啊，身正不怕影子斜。既然李将军认定此事与我有关，那我跟李将军走一趟又何妨？既如此，司徒少监，请。剑入胸口3寸，是致命伤。兄弟，对不起了。救命！救命！何事如此慌张？诈尸杀人了！光天化日之下，哪有什么鬼怪？大家不要自乱阵脚。司徒少监，小心！
他们是魔鬼，刀枪不入，已经杀死我们好多弟兄了。快去，从外面把门锁上。少仙您。 没想到方才你我二人还是对头，此刻居然并肩作战。哼，嫌犯逃脱，这3具尸体诈尸，定与你脱不了干系。等一会儿击退这些怪物，本官照样会把你拿下。你。 若是将军信得过我，可否借你的佩剑一用？有何不可？这眼镜果真不同凡响，一股厚重的古朴之力扑面而来，令人突生敬畏之意。当真不愧是远古流传下来的圣物啊！此番有幸主持寂静法会，实属姑之幸。太子殿下慧目识物，这眼镜虽是圣物，也幸得您能亲自前来主持寂静法会，
这是天下万民之福啊！主持，孤这一路前来，听说这延庆还有一段不为人知的历史，不知主持可否详细告知？相传，远古时期，天地不稳，神魔两族战争不断。一日，魔族发起进攻，冲破人间桎梏，打开通往人间的通道，使得大地生灵涂炭。一时间，山崩地裂，天地被黑色的瘴气所笼罩。而这时，延庆破天而出，散发出照亮天地的火焰与光芒，用其能量镇压住了魔族的邪气。只是自那以后，延庆却一直下落不明，江湖上各种关于延庆的传闻数不胜数。直到数百年前，有位得道高僧将延庆迎回八方宝刹内，被供奉至今。藏剑和种地，闲杂人等禁止入内。让我进去！门外何人？如此大胆，竟敢在佛门清净之地喧闹！太子，我是司徒少监的婢女醒秋，求求您，求求您救救我们家小姐！凤剑，凤剑，她怎么了？司徒少监，这是何物？我听义父提起过，在西域有一种邪术，阴毒无比，巫师从各种毒虫中提取毒液，将这样的长针浸泡在里面749天，把这长针刺入尸体，直插心头，可以连接人体的脉络。这尸体仿佛就像受了控制一样，胡乱攻击。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这应该就是巫医教的秘传邪术。没想到世间居然有此等邪教，待我向朝廷禀明，定将他们捉拿归案。将军不可，巫医教乃是西域的大教，并非我朝管辖。若是突然出兵，怕是会影响局势。殿下，殿下，快请起。你没有伤到吧？多谢殿下关心，下官并无大碍。那一会儿也要让随行的御医好好看看才是。多谢殿下。是何人胆敢为难司徒少监？太子殿下，就是此人，他不分青红皂白的就抓了我们家小姐。李敬忠，你为何要抓捕司徒少监？太子殿下，司徒少监与2名嫌犯过从甚密，疑点重重，末将只是请少监回来加以协查。胡说！凤剑一向对朝廷忠心耿耿，刚到此处，怎会与嫌犯过从甚密？李敬忠，我今日一定要将你拿下！还请殿下收回成命。李将军也是破案心切，关心殿下的安危，关心则乱。李将军刚刚还和在下一起击退了由巫医教邪术控制的僵尸，功过相抵，还请殿下饶恕李将军吧。凤剑，你快起来。凤剑，你真的没受伤吧？我没事，只是有些头疼而已，不打紧。刚刚幸亏李将军识破了歹人的奸计，这才救了我一命。哦，司徒少监所言甚是。方才我俩并肩作战，所幸司徒少监并无大碍，下官也就放心了。好吧，就依了凤剑。李敬忠，这次算你功过相抵，不追究了。谢殿下。凤剑，做我的步辇，陪我一同回八方宝刹，那里守卫重重，更安全一些。
可是殿下，别可是了，走吧。教主，我死里逃生，回来向您报信。此次我们被太史局的人破坏了计划，还折了3位教徒。但是，我在他们尸体上留下了巫神的痕迹，用以反击。那些太史局的人和太子的手下必然会遭受重击。等你得到消息，敌人都已经打到圣坛了。现在，寂静法会就在眼前，太子的性命已不那么重要。教主，请你开恩，再给我一次将功赎罪的机会。芊芊，你不要闷闷不乐的了。我早看出那个仲天不是什么好东西，没想到他吃了雄心豹子胆，居然敢刺杀太子。这可是株连9族的死罪。幸好我们和他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。你是亲眼所见了还是怎么着？凭什么在这里冤枉好人？谁知道那个叫醒秋的说的是真的假的？官府若是查明了真相，自会掌榜公示，还轮得着你当判官啊？反正我相信，仲天大哥绝对不是坏人。那天醒秋那丫头可是带着官兵一起来调查仲天的，难道这还能有假？谁？你别过来啊！你要是敢乱来，我可要报官了。仲天大哥，你没事吧？这么多天了，你去哪儿了？我没事，劳你记管了。爹，救我！打我！过来！好了，打！别闹了，想把官兵给吵来是不是？仲天，你还敢回来呀？齐掌柜，在下有些事想向您单独请教，可否介意不说话？好端端的，怎会凭空消失？他既有如此能力，却又为何甘愿被擒？小姐，你是不是在想太子啊？如此大逆不道的话，万不可再提。我早就看出来了，这太子啊，他分明就是对你有意思。难道你就一点感觉都没有吗？你不懂，
我怎么不懂了？你看太子一听说你出事了，就立刻带人前来，不管不顾的就把你从李靖中的眼皮子底下给带走了。这太子对你的心啊，是日月可见。凡事啊，不能只看表面。你有没有想过，此事是否是因太子而起？况且，太子乃是我朝的储君，伴君如伴虎这个道理，你可知道？待此番回到京都，我便要向义父请辞，离开这个是非之地。小姐，你该不会还在想那个刺客吧？仲天绝对不是和刺客一伙，我心中有数。哼，他们前脚越狱，停尸房接着就出事了，这连我都看得出来。小姐，你就别再自欺欺人了。殿下，殿下，快快请起。谢殿下。这趟西域之行，亏得有你帮我安排得当，否则还不知道闹出什么乱子。待我回到皇城之后，一定要上表父皇和母后，给你加封刑赏。殿下言重了，这一切都是微臣分内之事，何足挂齿。明日就是祭进大典，还望殿下要多加小心才是。你也要小心一点。这西域颇不太平，好在我让李靖忠派重兵把守，只要你安心待在我身边，就不会再有任何危险。多谢殿下关心，只是殿下应当一切以自己的安危为重才是。可是你，殿下放心，凤剑一定会小心谨慎，保护好自己。况且李将军有勇有谋，凤剑相信那些匪人定不敢前来捣乱。那好吧。齐掌柜，我看见刺客丢出的黑火药竹筒底部，为何会有齐家商队的标记？你放心，我未曾向任何人说出此事。不过，我想亲耳听听您的说法。好，仲天，说起这件事儿，都怪我鬼迷心窍。你知道，这些年商队的生意不好做，我手下的人走的走，散的散，一年不如一年。半年前，我也是被逼无奈。有人提出，让我的商队悄悄地把一批黑火药带出关去。当时我也觉得这笔生意不能做，可是为了大家的生计，我只能背着大伙儿，悄悄地把这个生意接下来了。悔不当初啊！没想到今日这批黑火药却惹了这么大的一个麻烦。我明白了，齐掌柜，您放心，我会替您保守这个秘密的。但太子明天将会现身八方宝刹，我想那帮刺客绝对不会善罢甘休。到时，若是他们大范围使用火药，我想庙里的人都会有危险。那可怎么办呀？仲天，你得帮我想想办法。万一出了什么事，那可是死罪呀！我想借明日商队收获之际，混入庙会，阻止他们的阴谋。你一个人行吗？我原本打算带着商队尽快离开这里，可是离开了这片土地，这还能去哪儿呢？先别急着逃，等我消息。若我失败，我们再想出路也不迟。
中天，既然你有这个赤诚之心，那我就舍命陪君子豁出去了，也算我将功赎罪。那就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看你一身正气，想来也并非是刺客一伙，否则也不会舍命来救我。这份救命之恩，小女子谨记在心。哎，来看看啦！过来看看走过路过不要错过，绝世珍宝啊！绝世珍宝，您看看这个，不要不要，世间罕有仅此一见。走过路过看看不要错啦，过，绝世珍宝啦！过来看仅此看啦！一见。绝世珍宝，师傅，您有心事啊？司徒少监，我的职责是贴身护卫太子安全，现在却被你安排在这值守，这未免太可笑了吧？将军护卫太子之心，人尽皆知。但是藏禁阁的规矩是禁止外人入内，我等只能在外面守着。此番太子殿下亲自主持祭禁大典，你在外面守好这藏禁阁，不让闲杂人等入内，不也正是在护卫太子的安全吗？太子殿下独自在内，若是出了什么意外，我看你如何交代？阿弥陀佛。你这次来是找严静还是找司徒大人？如果这面镜子真如传说中的那样，有这么强的能量，能够降妖除魔，说不定就能催动能量，助我拯救神域。
异族。看，那是什么？就是啊，那是什么东西啊？看什么呀？见吧。不好，岩境镇压的邪魔要出山了。难道这就是岩境的力量？胡家！山上喷火了！中天皓月不见了！都什么时候了，还管他们两个？快跑吧！大家快收拾东西，离开这里！何方歹人，敢在这里装神弄鬼！你究竟是什么人？和异族有什么关系？你？难道你从头到尾就是为了杀太子偷岩镜？喂，胡说什么呢你？要不是我师父，太子殿下都死了，你知不知道？不许污蔑我师父！放开太子殿下！还你！凤剑姑娘，我……没想到我居然看走眼，竟然相信了你。今日我一定要将你二人拿下，还八方宝钗一个公道。凤剑姑娘，我俩并非真凶，如果你肯给我们时间证明的话。证明？我亲眼所见你的恶行，你竟然还想狡辩？你是谁？你为何不躲？你为何不躲？你既然想取我性命，拿去便是，拿走又何妨？这一切都不是你的错。
新的轨迹，风吹去，繁花落尽。师傅，逃不开几时别离，看不穿轮回宿命。师傅，你没事吧？忘不掉故里天气。我对你所言句句属实，来日定会向你证明一切。回到初遇那一刹，刻在心上，生死一瞬，咫尺天涯。我愿燃尽一切，只为能够守在你身旁。愿此生情深，不负时光。师傅，坚持住！师傅，我们马上就出去了。回到分开那一天，相思曾分享，情意两难，光阴蹉跎。我愿燃尽一切，只为能够守在你身旁。愿此生情深，不负时光。师傅，愿来生相遇，不负时光。千梅，你要相信我，千梅。司徒少监，太子殿下如何了？太子只是暂时昏迷过去了，并无大碍。但是出了这么大的事情，嫌犯又下落不明，只怕少监你还是难逃干系。将军放心，等回了京城，我自会说明一切，不会连累将军的。小姐，如何？没有找到他们的行踪。李将军早已命人搜查了整座城，却没有找到他们。看来他们已经走远了。小姐，你为何还在担心那2个嫌犯？因为我怀疑此事与他们并无关系。司徒少监，我建议立即启程回京，免得太子殿下再生意外。也好。好，我立刻让底下人准备，即刻启程返京。千梅，我为何又听到这个名字？千梅，小姐，哦，新秋，我出去办点事儿，你在这儿好好照顾太子。千梅，千梅，师父，师父，怎么办呢？千梅。师父，千梅，师父。
我得去给你找个大夫，我很快就回来。啊。千梅，你们几个去那边看看。是。停。走。千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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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司徒奉剑。看来李将军一直暗中跟着我。情非得已，太子殿下尚在昏迷之中，凶手却未能捉拿归案。不知司徒少监独自一人来这个地方做什么？我不过是在追查破坏寂静法会的凶手罢了。司徒少监可有收获？正如你所见，一无所获。是吗？走。李将军，如何？司徒少监，我们该启程回京了。走。我方才明明听到了声音。小郎酒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。哎，您看看小郎酒啊！小郎酒，来看看小郎酒。站住！站住！小伙子，你给我站住！哎，掌柜的，啊，什么事儿？小伙子，话说你在我这儿住了有小半个月了。我说，房钱呢？老板，提前伤感情啊！我狼王可是赫赫有名，我能不给您钱吗？我不给您钱的话，我怎么在江湖上混啊？您放心，来这套，提前伤感情，谈感情还伤钱呢。再说了，我跟你有什么感情？哎，我问你啊，跟你来的那位，怎么自打他住进来，我就没见他出去过？他到底是你什么人呢？不瞒您说，他是我师傅。您知道，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。我师傅他现在病重，我这个当徒弟的不能不管呢，是不是？您放心，等他好了，您别说这么点钱，10倍我都可以给您，好不好？再给我几天时间，就几天时间。别跟我来这套，一天就一天。明天这个时辰，你们要是再拿不出房钱来，趁早滚蛋！掌柜的，就几天时间吧。喂，哎呀，一天。
2月中，分者半也。春分已至，据书降省。待正监降阅之后，再派人送往门下中书2省，以坐起居住。是，务必小心啊！如今可是非常时期，千万不能出任何差错。是。唉，这司徒凤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护送太子本是大功一件，他可倒好，捅出这么大的篓子，害得整个太史局跟着遭殃，真是丧兵。此次司徒凤剑闯下弥天大祸，全都仰仗裴少监您的面子。大理寺才未曾彻查整个太史局，不然啊，这次整个太史局就要跟着司徒凤剑陪葬了。我可没这个面子，还不是由我父亲出面，才给诸位免去了一场血光之灾。全都仰赖裴将军出面斡旋。裴将军统领金吾卫，大理寺自然不敢怠慢。不过这次司徒凤剑回了皇城之后，就一直被大理寺收押，只怕这次活罪难逃，死罪也难免了吧。这司徒凤剑不过是个弃女，若非得正监收养，凭什么坐上太史局少监的位置？身陷囹圄，也正好给他一个教训。少监所言甚是，此等来历不明之女，怎能与少监您相提并论呢？啊，日头正毒，少监请入内屋稍作休息吧。快闭眼，不能看！少监，怎么会突然出现天狗食日啊？日有食之，来之蹊跷，毫无预兆，天生异象，定有古怪。天狗食日，不祥之兆，快随我去禀告正监大人。我说师傅，您都昏迷数十日了，我这个当徒儿的把您从边塞送到了皇城，您说我算不算也是尽责了？你要是再不醒来，我可就撑不住了。真不是徒儿我不孝，只是我总不可能拖这个半死不活的男人过一辈子吧？而且我拖这个拖油瓶，哪个姑娘会要我啊？您是可以理解我的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就此别过，您好好休息啊。我走了，我会想您的。你这是要舍我而去吗？师傅，师傅明鉴，我刚刚要是不这样的话，您能醒吗？是吗？是啊。哎，裴少监，您可是因为刚才的天象，要去禀告李大人呢？既然知道，为何要拦我去路？啊，裴少监恕罪，李大人吩咐，近日要推演气象，为皇上的寿诞做准备，还特别吩咐，任何人不得打扰。任何人？哎，我要是非见李大人不可，谁敢阻拦？还请裴少监不要为难下官。谁敢阻拦，我绝不客气。裴少监，您就饶了下官吧，下官真的不能让您去见李大人的。裴少监，请您体谅下官的难处。给我让开！哎，裴少监，下官不能让开。叫你让开，你就让开！裴少监，
裴少坚，让命啊！让不让？裴少坚，裴少坚，这皇宫我都能自由出入，见正奸你还敢拦着，当真是目中无人。太子殿下出了意外，我身为随从，亦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司徒少监又何必将所有罪责都揽在自己身上？在将军的眼中，我不也是怀疑对象吗？我是怀疑过少监，可是将军不必介怀于此。若是你我都进了大理寺，那谁来查出真凶呢？少监放心，我一定会查明真相，还少监一个清白。李大人，少监，少监，哎，怎么？李正监，裴少监，李淳风，李大人，李老怪，这李大人去了何处啊？你方才不是说李大人在测算吗？李大人人呢？下官也不知啊，李大人从未提起过。这个时候，这李老怪能去哪儿呢？太子醒了，太子殿下，您终于醒了。我这是怎么了？太子殿下，您放心，您已经在东宫了，一切都安全。要不我即刻请太医给您看看。东宫？我怎么在东宫？我不是在西域吗？太子，您已经昏迷数十日了。什么？司徒凤剑呢？和您一起前往八方宝刹的太史局女官司徒凤剑一行，已经被押往大理寺查办。为什么？据传，是司徒少监勾结刺客，刺杀太子，抢夺严禁，罪不可恕，简直一派胡言！我现在就去大理寺要人。太子殿下，您才醒过来，不能下床。我赶紧宣太医给您看看。大理寺是什么地方？我现在要是再不去，那他岂不是被那群混蛋屈打成招？让开！太子殿下，太子殿下，万万不可！您的身体重要，不可再轻易涉险呀！来人，百家大理寺，快！我要去救凤剑，我看谁敢拦我！老夫要拦。老师，你们都下去。是。老师，遇刺一事，太史局实属无辜受牵连。我若再不去救人，恐怕就晚了。老师常教导我，宽宏体恤臣子，今日为何要拦我？太子昏迷数日，牵连皇上、皇后茶饭不思，日夜起伏。如今醒来，第一件事却是为了一个女人。要去大理寺，此乃不忠不孝、大逆不道之举。老师，今日老夫要是让太子跨出这东宫之门，那老夫这个太傅也就做到头了。不如撞柱自尽，以死明鉴。老师，是我病糊涂了，居然没有想到这一点。幸好有老师提点，还请老师恕罪。八方宝刹一案，牵连甚广。老夫认为，太子不宜出面。如今既然无恙，
就应该向皇上、皇后请安，让为父母者安心才是啊。老师所言甚是，只是这八方宝刹，老夫倒是有一法子，可解太子心中所忧。愿听老师教诲。大人，这就是从出事现场带回来的唯一物证。这就是你说的证据？此证据是从刺客尸体上取下来的，龙玉关李将军，还有在场的数十人皆可作证。况且大理寺传唤我时，只是说调查取证，何以酷刑对待呢？大胆妖女，还敢狡辩，上刑！是。谅你也不敢不招。厉大人，难道这就是大理寺的传唤之法，想要屈打成招不成吗？慢着，下官能提供的线索，全都清清楚楚地写在供词之上。太子遇刺，严禁失窃，下官也是受害人，还望厉大人明察，还凤剑一个清白。清白？哼！李将军收押2名刺客同伙，在见你之后，越狱消失，次日出现在法会现场，这一切难道只是巧合？你当真无所隐瞒？下官去探监，只是想查明真相，可惜无功而返。下官与那2名嫌犯绝无任何瓜葛，况且藏禁阁内除了太子之外，其他人均遭灭口。若想知道真相的话，恐怕还要等太子醒来啊！启禀大人，太子还在昏迷之中，已有数十日，此事一直毫无进展。若一直这样下去，恐怕皇上那边……李将军，你倒是说说，你与司徒少监同负责此番寂静法会，为何回京之后，司徒少监进了大理寺，你却安然无恙？太子殿下，还是说，你将所有的罪责都推得一干二净？太子殿下明鉴，当日寂静法会，司徒少监与我一同守候在外，说司徒少监与刺客有关系，也不过是末将的推测之言，只是出于私心。不想独自一人承担后果。可是我们回京之后，司徒少监一人承担了所有罪责，没有提末将半句失职之言。我去探望他，他说是希望我可以还他一个清白。所以你便如此坦然地接受了？末将自感惭愧，担心少监在大理寺会被屈打成招，所以冒死坦白一切，求太子为少监做主。好你个李敬忠！司徒少监一心为朝廷安危着想，可托重任。若是能救他出来，末将愿承担一切责罚。当真？末将不敢有半句虚言。好，那姑让你将方才说的话原封不动地写成奏折，递交给老师。大人，下官以为，这些时日，我们对此女子实在是太客气了。此女一向是伶牙俐齿，处处狡辩。大人，若不使用酷刑，恐怕很难让她说出真相啊！厉大人，下官身为太史局少监，官居4品，大理寺无凭无据，要把我屈打成招吗？大人，待她签字画押，自然无人追究。皇上那边，我们也好有个交代。您说是吧，厉大人？来人，用刑！是。厉大人。
司徒少监，我劝你啊，还是招了吧，少受点罪，啊。大胆李淳风，竟敢擅闯大理寺！来人，给我拿下！住手！国师息怒，下官办案公事公办，请国师不要为难下官。静儿，可有力气走路？义父，我没事。既然无事，随为父回家去。慢着，不许放走人犯，都给我让开！圣旨到。臣接旨。太史局少监司徒凤剑护驾不力，有负圣恩，故革去太史局少监一职，降9品。即日起往通玄院任司教。谢主隆恩。干什么呀？磨磨蹭蹭的，还准不准备回家了？义父。凤剑无颜面对大家，回去以后会立刻收拾行李离开的。也好。你是戴罪之身，那就有多远滚多远。凤剑多谢义父多年以来的照顾，以后不能侍奉在义父左右，还希望义父。哎呀，行了，迂腐啊！哎呀，看看你这个愚不可及的样子，怎么会是我李淳风养大的姑娘呢？义父，您不赶我走了？这傻丫头！静儿，你呢？现在不是太史局的少监了，但是你还是我李淳风的女儿。走，随爹回去吃饭去。爹，您总骗我。走。人已平安，太子可以回宫了。好，老师妙计，我真不知该如何感激才好。太子这招以退为进，老臣认为恰到好处，既让皇后娘娘欣慰，又救了司徒姑娘的性命，一举两得呀。至于罢免官阶，不过是暂时的，毕竟司徒姑娘失职是事实。等水落石出之时，皇上自会明断。只可惜了李敬忠这个荣誉关的守将，只能公主，您真的要出宫？真的，比珍珠还真。您带我们2个出宫，那万一出事了，可如何是好啊？哎呀，放心吧，不会被人发现的啊！那公主殿下，我闭嘴！要是被人发现了，回去我一定饶不了你俩，知道了吗？是。皇儿，再过几天就是你父皇的寿诞了，这次寿诞就由你来操办吧。儿臣领命，绝不辜负父皇母后信任。这孩子，干嘛那么拘谨？这次在太液池大宴群臣，一方面是为了庆贺你父皇寿诞，另一方面，你父皇的意思是想为你赐婚。
太子是到了选太子妃的时候了，到时候喜上加喜，这才是双喜临门呢。儿臣拜谢父皇母后。我这里呢，倒是有几个太子妃的人选，只是我不知道皇儿的意思。你自己是否有意中人了呢？儿臣愿凭父皇母后安排。这太子妃的人选中，有一位，我觉得特别合适。他父亲深受皇恩，自己又在太史局做女官，琴棋书画样样精通，而且是一个绝色佳人。儿臣也觉得这女官甚好。哦，看来皇儿与本宫是心有灵犀呀。裴大人的千金，确实是太子妃的最佳人选。裴洛清，正是。